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。第39課，將不使用的物品處理掉。掉東西能夠減輕心靈負擔。用唔着嘅嘢就好似過多嘅中性脂肪咁。為咗避免 COVID-19 疫情擴大，大家每一日都過住居家自主管理嘅生活，亦都有唔少嘅人因此大刀闊斧咁清理屋企裏面唔需要嘅物品，咁樣係好好㗎，亦都係一種不幸之中嘅大幸。清理嘅時候，你或者會覺得浪費，但絕對唔能夠妥協。屋企裏面被越嚟越多用唔着嘅嘢填滿晒，人嘅心靈亦都會越嚟越沉重，就好似造成身體不適、危害健康嘅中性脂肪咁樣。以衣服嚟講啊，整理嘅時候可以分成3類。最近呢3年一次都冇着過，最近呢3年只着過1-2次，但係唔係好中意，好少機會着，但係好中意。如果屬於前兩者，雖然佢可能係好貴或者某一日會着到啊，但係最好都係清理咗佢。單單係咁樣做就能夠減輕心靈嘅壓力。